高中帮这个别墅校定伫咧当地时间26早起要举行丧礼，但是外交部宣布讲，总统赖清德指派前副总统陈建仁做特使去到梵蒂冈悼念。总统派前副总统去教廷，有什么样的期许吗？这是我说人民的哀悼之意。 高中帮这国过身，校定要伫咧当地时间26早起举行丧礼。咱这边路尾是宣布讲，总统赖清德指派前副总统陈建仁做特使过去梵蒂冈参加。大家去应该是目前对我们梵蒂冈表达我们的怀念表达我们的不舍是最佳的。前天才知道，昨天才决定星期六，我们的时间真的非常压缩，所以可以讨论的时间也并不是非常多。最后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最佳的选择。总统没有办法去，有没有感受到对岸的压力？不是，我刚才讲，这是目前是我们决定水这样是最好的吧。 外交部处长吴志忠表示讲，经过台湾双方的讨论，认为讲陈建仁和教宗的关系真亲，是上好的人选，而且可能过程有受到中国那边的压力。未来就职的部分有努力要让总统去吗？他们都还没决定，等那个，我们就等那个什么新教宗选出来。 对到总统敢有可能参加新任教宗的就职，外交部并无讲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在国际犹太人屠杀纪念日的活动顶悬，罗总统和以色列和德国的驻台代表做伙甲蜡烛点火灯，中心人权和和平是台湾和友盟国家共享的价值，嘛是台湾和世界的重要连结。强调台湾会和民主伙伴国家继续深化合作，维护区域和世界的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